Hello，大家好，我係台灣嚟嘅 Daniel Zhu，廣東話嘅名字係朱振達。今天呢，我將要用廣東話同大家 introduce 台灣嘅國寶板橋。雖然我嘅廣東話講得唔好，有啲時候要講國語和英文，不過我會盡量講廣東話。呢部影片有提供粵語字幕、國語字幕、英文字幕，仲有南亞語言字幕，係因為港澳常用語言係粵語。國語字幕上係輔助我嘅粵語能力，因為我嘅粵語能力唔好，怕會表達出錯誤信息。再加上常被台灣人知道我向香港人及澳門人介紹台灣板橋。至於南亞語言字幕，就係因為香港有好多嘅南亞裔人士，而南亞裔平時喺自己嘅族群入面係用自己嘅語言。有英文字幕就係因為香港有好多國籍、種族嘅地方。英文係主要溝通語言，所以呢部影片尚會提供粵語字幕、國語字幕、英語字幕及南亞語言字幕。OK，let's come back to the topic。呢部影片嘅 topic 係 introduce 台灣板橋，所以開始進入主題吧。台灣嘅板橋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嘅台灣。因為日本殖民者將板橋帶入台灣，而日本嘅板橋係受到美國嘅影響。喺1872年，有一個美國人，佢嘅名字係 Horace Wilson， 喺日本第一大學區第一間中學校教英文，然後佢喺課餘時間教學生打板橋。Horace Wilson 係歷史上最早將板橋帶入日本嘅人。然後日本人喺台灣日治時期將板橋帶入台灣。喺台灣日治時期初期，社會唔係咁好，住喺台灣嘅日本人好多都從事商鋪同埋劍道等謀生運動。但是喺1897年，已經有主體嘅銀行資源開始揾板橋，但是只有投靠同特技而已。仲冇有完整嘅設備同埋工作陣容。後來台灣嘅北中南東加起來，總共成立咗12支板橋隊。然後台灣嘅其他地區都有自己嘅板橋隊。喺台灣日治時期，台灣板橋甚至有同國外進行交流嘅經驗。上是日本嘅大和板橋隊，有佐渡田大和板橋隊、發展大和板橋隊、現營大和板橋隊、京都帝國大和板橋隊、立高大和板橋隊同埋其他嘅大和板橋隊。台灣本土嘅球隊有南高板橋隊同嘉義農籃板橋隊，有到日本跟日本嘅板橋隊進行比賽。美國職棒大聯盟教練黑白雄達率領由大聯盟板凳球員同小聯盟球員組成嘅板橋隊嚟到台灣訪問比賽。喺台灣日治時期逝之後，台灣人好鍾意踢板橋。然後喺嗰個時候，有一句台灣話係假巴跨野球，呢句話嘅意思就係是否踢板橋。從台灣日治時期結束到而家，台灣嘅板橋生意有好多國內外比賽嘅經驗，而且台灣嘅板橋生意仲有一啲好 famous 嘅球員。國內外比賽嘅經驗，像是台東紅衣小棒隊，從1969年到1996年間的小棒冠軍頭銜；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亞洲區代表權的爭奪戰；1992年北車容納奧運會獲得奧運銀牌。然後非常 famous 嘅球員，像是王建民、彭正明、張育成、亞優阿甲、林志勝、陳金鋒等等。
而家台灣都有職業棒球聯盟，名叫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然後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有6支球隊，呢6支球隊分別係中信兄弟、富邦悍將、樂天桃猿、統一 7-11C、味全龍同埋台鋼雄鷹。這每一支球隊都有自己嘅啦啦隊同埋應援團團長。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嘅啦啦隊係女性成員，不過咗2021年到2024年，味全龍有1位男性成員，然後咗一開始有應援團長的時候，只有男性成員，然咗一有女性成員。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的球員同教練咗之前都只有男性成員，不過咗而家有女性成教練。台灣除咗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台灣都有女性嘅棒球聯賽，係台灣女子棒球聯賽。除咗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同台灣女子棒球聯賽，台灣都有其他嘅棒球比賽係提供男女及不同年齡層嘅人。由於棒球係台灣嘅國寶，除咗好多嘅棒球比賽，台灣都有好多嘅地方可以打棒球同販賣棒球相關器材。以上就係台灣棒球嘅 simple introduction， 之後會向大家介紹更多關於台灣嘅棒球，同時也歡迎大家來台灣體驗台灣棒球。多謝大家睇呢個 video， 如果鍾意嘅話，可以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係 Daniel Chu。如果有 anything 想要俾我，可以喺留言區留言。多謝大家，下次見，拜拜。